自自我用。
娘死尽孝心，一成告退。宣太子今何死？有请太子。或许今晚把子生，此情杀别无忘笑，两人无地早死生。我笑天下半生痴，看谁看看这是你什么
许节日，人间也团聚。无度江山回，献出自己，因为家。
万岁！你在一世真公娘娘的门中，杀得开恩呐！死人可比，我谁能杀？压下天牢，这做天河。多谢父皇。是，过去。我就进宫。过去一生谢万岁。与你周氏天下，与之他之，当下天牢。令旨。爱妃封你为真宫娘娘。来来来，列姑饮酒去吧。燕妹封真宫，太子去老母，不安住少天牢，江山无一空。哈哈哈哈哈！
今朝天涯人若人，回首家园为不得。愿不忘衡阳飞，思恋是生啊越见面这冰情。哎呀，苍天呐，我茫茫思呀，何处奔啊？是高兴吗？二月这病，难道我就是失去内情不成啊？待我跳进高江，多过这笔，这做道理呀！奉命做太子，转眼就不见。你就是三关总兵民夫。喂对。
我这杨家的一个少妇丫头，一根棍棒，谁能杀的人啊？哎呀，这话当初没有跟弟弟也是妇女，如今啊，这位拿着绣花针。小姐，世上没有嘛后悔呀的，你呀也不要后悔了。小姐，你不要羞了，等我把香熏得浓浓的，你歇会吧啊！
不举笔，我冒死进宫见我王。我自己拜进世间去，妇女官兵必得起，我跳进虚妄残
才有阴曹啊，前面就无从，到那时你就有悔莫及了。哎呀，国君你呀，老太母为了母子你，生来带子家母你，决定送到底，家大送到底，规规矩矩随发心，扫定恩的大目的，大事报答都来不及，真为家亲外上家里迎那三生，哎呀是高兴，我与你是终于你随的，我与亲外上不的，休得啰嗦，我来问你，你家里共有99口人吗？是呀，要是我老弟在家嘛，随我也不了。那为什么只有94人？啊，哎呀，看我老太婆真是好混对嘞，我还有阿儿领新丫鬟4个小丫头，声音老在这里。是。哎，国君，请问国君，这个亲外是男的还是女的啊？啊，堂堂太子真是是女，你真是明知故问，好一个刁妇！哎呀，国君你息怒，老太婆再糊涂嘛，也不会把个男的当在女儿的怀旁，伸张出去，岂不要挖了门风？怎么？我来奉旨宣说朝廷亲王，难道是收他不得？来人！是。去你！统统叫他们出来！退一步下，去回宫，快出来！这样老子嘞，起来，起来！我问你们，我与东宫太子曹牛啊，哦，那这是东去回我下称你。你不要写什么的呀？我问的是东宫太子，他叫他出来，免得我亲自同叙。老夫人小姐有病，阿妹有病，有病也得出来，快！翠英啊，夸我小姐出堂。是。家人是谁呀？是我阿儿林新娘。什么？她就是你的女儿，叫林新娘。好，啊。她真的是你家女儿吗？哎呀，自个的阿儿怎么会不认识你？的的确确是我的阿儿林新娘啊。好，好。
天前的家儿。苦心一扫家儿，藏在他的穷儿，不能成无儿。我要邀请穷儿看看家儿，家儿。哎，
摇三把三把一摇，摇摇摆摆进宫来，进宫来，参见娘娘。啊，娘娘，我奉你的意志，已经将那太子去拿了。万岁，可曾知道？我未经你娘娘的意志，却肯告诉那个皇帝老头了。太子可曾有伤？娘娘放心，也好毛也没有伤一根啊。你未必万岁之心，我倒要问他一问。你快去叫他进宫。娘娘，你我费尽了心机，为的是要达了暗中之地，你可不能虚远啊！才有这一把龙一门，应该是我们要嫁的。我看你呀，这不是做皇帝我对来去你分在之中这个还有无人长王就在毕竟有事正列送，倘若太子出真相，你我定然将命送。还在多少年啊，你在他在那看到你了你什么？经过你他留下太子到不是一见将他命送终。宫廷之中不可操持，那么以娘娘之见，不要将太子。你有这把握吗？好，即使是娘娘自己小心，毕竟我们也要那媒人儿问问去了啊！有你两家势不两立，你怎么娶他家的女儿？只要是容貌出众，万分什么冤家亲家呀！那你也该先去复明，再去认亲。是银子，随我女子将带一太子带进宫来。娘娘有事将带一太子带进宫
姐，还是这么老气。也想。有眼不知家中人。
呀娘娘，玉林正当年少，怎能思你？我女士倒也容易，只需依我一件大事。只要玉林能够办到的，管不住你。凶喜定在而不杀。父王，父不在，亲生子，何况你父王身亡，母亲人，总在二人埋下长功。何作戏？怕只怕宋氏江山要一夜袭。情人
去看秋情啊！万岁！上一道大人不计小人故，实在臣妾问过清楚。那是太子是就这素质。是啊是啊，如今太子已自在人处，这是臣妾我也不愿切身之恨，被人出马，故所以万岁，谁为生命
大石头，好了啊！哎呀，你我几成夫妻，还怕什么难为情？总不能这样数着等到天亮啊！嘿嘿，我们来请一杯交杯酒，这总应该的吧？对呀，今天乃是大喜之日，这交杯酒是要喝的，要喝的。好，先让小丫头敬国酒业3杯，再嘛让我家小姐亲自为国酒业发展。小姐，你说好吗？好，哎呀，姑爷，姑爷你早就应该这样叫我去了啊！我敬姑爷3杯酒，做你们恩爱夫妻到晚生，常言道不用心为，做你不到人家龙小丫头，那因故乔治实在点，真是我心里落忧郁。3月龙盖不要人，5月就不讲一对。姑爷，酒干杯，人生得对，那再饮一杯。哎呀，好口才，要赢，要赢啊！哦，来，好，娘我也来敬每人们一杯。不，今天啊，我应该叫她一声娘子啊！娘子，来，对了。要压得斯文一点对吗？啊，娘子，娘子。
我金夫须着上啊西里，玉英拜见娘子面，我才亲自将你去，时常情怀爱你在，我看在你肉面不在见，你该是我老伴。几官恩记心疼，为日你孤言杀在恩，小姐你离开今朝这三年去。难逃你对我爱不诚心，哎呀，美人啊，你为我再三不开口，我苗家好夫天下称第一，其真一报洋洋该是黄金河自的半月绿，骑的高头马，乘的龙凤驹，吃的三珍皮，穿的绫罗裙，金子戴成纱，真子成八端，还有那西施奇珍有一分，在整个淄博还有蔡家园。
这琉璃杯啊，乃是金榜的镇国之宝，事实真经没遇过啊！用它运举啊，这是千倍不罪呀！雕刻进宫，果是奇珍啊！国君可非私意奴家？不，这绿杯我还要用它，不能给他。国君，你难道对我不放心吗？不，那你为挖到这边不往下讲了你？哎呀，美人，你不要生气嘛！我是谁？哎呀，你说你快啊！事有不忠，我们来日方长。哎，美人，下次再谈吧。哎呀，你这个小丫头，你晚在这里做什么呀你？我要背过小姐呀！你小姐没有我过去也在此。哎呦，你在这里做什么？还不与我下去？哎，小姐下去，小姐下去！哎呀，你与我下去！美人你莫胆怯，莫怕死，要领我家些迎接马月月。哎呀，公主，奴家是有什么马意想法？我和你要铁定保卫一个方圆，两岸人间双手无相，倒有归人之乡啊！呀，美人啊，你想得对，我想得真啊！哎，我想是有啊，想是谁？我是要做皇帝的呢。好，才有我做了皇帝呀！我宣封你为真宫娘，又要封我嘞！一只小小琉璃杯都不肯接我，我要是真宫娘娘，不，这些才是冤枉啊！哎，你不信？喏，我可以代天发誓啊！哎呀！好，美人，你不要生气，来，我去等你，才死了吧？啊！这一张琉璃杯啊，乃是我与金宝联络的信哦，联络信哈。这个下你总该放心的。这个项目可真的放心了。哎呀，那真好。这样，我来敬你一杯吧。不，国君。不，现在却不想。哎呦，好。好，国君，我们的上上谁吧？哎呀，美人琉璃
有了小小的地位，不枉长在空空心。有了小小的地位，人就像苍老。不要，好刀子上有一杯。
无为，在父王面前弄事啊！为什么你世人要被诬告我，要对我落着财命之死的？为什么你说是不去烧天牢？战朝自更要死到西，娘娘你讲的哪里去？牛铃把身心都交月下少林娘娘，你为何不在朝阳正宫，却来到太子的东宫啊？什么东宫正宫，还不都是王宫？哎，啊，国君，你的谁？是被那林仙娘刺伤的。哪个林新娘啊？就是林中兵的女儿林仙娘啊！呀，林新娘与国舅无缘无仇，哎，为何要刺伤国舅你？天下娘娘，公子请那的天下，中兵府一安房间林仙娘，我举名万岁就是婚。想不到林仙娘，她不舍得就用按下宝剑将我伤。我劝娘娘太做主，举万岁让她见将就这等事情，待我罪命万岁，要下那林新娘外门操斩，替国舅泄恨。请娘娘。娘娘国舅，不想林新娘尽管在花烛之夜刺伤堂堂国舅，其中另有缘故，依我看来，你看怎么样？依我看来，事情上面查明之前，先不要惊动万岁，免得当朝轻松。此外，就有谁去审理？那么本姑娘为娘娘要劳，这桩案子呢，就交起我来审吧。这区区小事，我老天下。呀！本姑娘为国舅着想，如此快来，国舅对我但不放心。这地下牛为国舅操心，这也难得。这是你我之事，来日方长该是再谈。今日们先替国舅报仇要紧啊！是啊，为公宋娘娘，宋娘娘，宋娘娘。国舅，林新娘现在何处？现在宫门外有旨，请国舅一旁监慎。来呀！有将林新娘带上来。啊！
孩子，我来问你，你信不信这个刁母的话？哎呀，国舅啊，你们是当当的国舅，哎，要是我不忘得宠之人，我怎么会去听他的呢？我看他一定别有用心。对，一定是学他母亲临终兵的指示啊。都大胆领先啊！尽管与你母亲串通，又想来王传位，台湾要冤枉国舅这个大好人，你给那无罪啊！我应该将他斩了。来呀！有空。将兄外领新娘押个铁牢，没有本宫请马，任路人不得你身。前来，在凶完事我造后，应该与我辞职。来呀！哪位国君府？请问了国舅，这里是什么地方？此乃是你东宫。这是东宫，不是你国舅府。兄外领新娘，一切由我做主。来呀！将兄外带下去。
万岁！奴婢如此把子传，他怎么不来呀？娘娘他怎么样？娘娘生日红娘难断中。怎么？他也有病了？平等好蹊跷，灵骨
今天，他又有心求，像是为国王而做，一定玲珑剔透，针对国王之好，我不妨冲他一场。待等对阳将尽，国王龙天康复，一哭一抱而不了。即使此，不用惊动娘娘，不用雪草。是太子进宫，启奏万岁，太子进宫请安。哦，难道往日领袖雪他进宫？是。太子进宫，
好，是一门无罪，是说讲了。我姐夫啊，你快讲吧，你讲。哎呀，小姐你呀，你哪里的小姐啊？百岁。玉白内脏，内查高，马从太子有神明，神来玉木推陈万岁，再不得，再不得！大姑唐代的主君王。你搞的不是请客时来的吗？难道是君无喜也？君无喜也，再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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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不得，就再不得。往下讲，讲啊，不枉啊！要是兄弟说信心，实际也不鸟领，要比无耻来了情，过去狠心天老门，幸亏口才能行，李光王爷拿不做声。万岁，我就因为情，我四方太子去打针。妇女在明面得情，跳进他虚妄才离身。过去带兵守许来，太子出此乃兵人，新娘接中把自身，一生相求我若离，嫁我给赵林新娘。我拜太子赵月丽，一家论真情了婚，娘娘见。娘娘怎么样？下一生。
罢了。啊，父王，多样家亲，苗国军的警报，非该向下离痛吧。那是也就给你两位之神啊70万岁，太子是也要早做安排。是怕的是一本必会，随孤王圣旨，甚至没有孤王的女婿，任何人不得封杀。是，方才之意，要是你们皇圣，莫怪孤王无情事。父王，保持苗国军直接跳下。是因李正龙亲疏之心，不许他进宫。立正。好，就照进来。那您生的，您生的，您是假的，假的，这个假的，
被林新娘为公更为女仆。买卖税。挂灯结彩，点起龙凤花烛，替太子换婚。